新闻台先来看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发布苏拉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，陆上风台警报上紧伫今仔下晡会发布。因为苏拉风台移动的速度无紧，拜三、拜四是苏拉风台影响台湾上大的时阵，包括东部佮有南部拢要特别注意大风大雨。风台敢会甲刷来的海过风台形成双风台的效应？气象专家是认为讲，目前看来应该是袂。 风台苏拉在11点，伫咧台湾东南边440公里的所在，继续挖近台湾。而白暗，气象局也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若状况变化无大，而到下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台湾东半部、恒春半岛也是头一个受风台影响的地区。东半部地区来说，今天晚上到今天深夜，慢慢降雨的情况就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些。其他各地则在中午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像中南部地区。 北部山区会下午后阵雨。气象局表示，如果早时各地头要是真烧热，是过昼了后会落西北风的天气。气象局嘛针对北部、南部、东部部分县市发布高温资讯。30开始，风台影响渐渐明显，雨水会开始变多。至于明天白天东半部、恒春半岛降雨的状况，时间就会变长，整天会断断续续会有阵雨。而另外在南部地区、北部地区和澎湖、金马祖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。至于中部地区，仍然是属于早上可以看到阳光，中午以后会下午后阵雨的天气。 气象局提醒，而到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、南部沿海、离岛、南势会有长影。30开始到9月初3，各地头沿海也有长影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到29早时10点为止，国内线航班已经取消2架次，船只有5条航线停航，计共23个船帮受到影响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